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97岁台独前辈，也就是这个总统府的主政辜宽敏，今日在去别世啊。辜宽敏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已经超过半世纪，甚至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动新宪法运动。政坛各界也拢发文来哀悼。总统蔡英文也感念伊，这辜宽敏对台湾的本土化有真大贡献。民进党表示，辜宽敏一世人都在推动台湾主权，党主席赖清德也去悼念。我辜宽敏啊，实在是跟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台湾哦，将来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一世人推动台湾独立建国，总统府主政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27早起因为肺腺癌，伫台北荣总病逝，食到97岁。家属拢有伫伊的边仔。台湾制宪基金会表示，辜宽敏已经圆满走完伊的人生。这半年来，伊伫病医疗养的过程当中，表示真关心台湾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力量，共同来防卫台湾、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个郭先生，就算是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他也非常关心这个发展。辜宽敏伫1926年出世。捌创立台湾春秋日本文定等等的杂志，伫日本做台独联盟委员长的时阵，发起128示威游行。这回时阵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出台湾新宪法运动。辜宽敏穿穿白色的西装，这嘛正做伊招牌造型。因过伊捌讲穿裙的无适合做三军统帅，迄当阵引起真大争议。2020年，捌替赖清德参选总统，而且甲总统蔡英文话讲，爱甲总统的威让出来。2022年上尾一届公开出现，是甲林佳龙做伙出席活动。不同时代的理想坚持者又走了一位，接下来我们的责任更重了。伊的精神，永远鼓励所有的台湾人继续来打拼，来完成这个未尽的志业。政坛各界拢发文悼念伊，总统蔡英文是感觉真唔甘，感谢伊拍拼推动台湾本土化。也那民进党表示，辜宽敏一世人推动台湾主权是真拼死。党主席赖清德会去甲念香。赖清德强调讲，会继续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甲发展。日本驻台代表专驻台表示非常遗憾，发文感谢辜宽敏为日本甲台湾的关系贡献。也那悼念的场所会伫设置完成了后，开放予各界来追思。辜宽敏是早晚就离开这社会，但是台湾永久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台独前辈辜宽敏一世人拢为建设台湾伫咧走庄，伊上界大的愿望就是制定属于台湾本土的宪法。面对少年人，伊也提出伊上界大的愿望。台湾将来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我知影改宪法、新宪法真困难啦。台湾的社会已经有这款的这个共识嘛，所以我一定推动这个新宪法。白色的头毛、白色的西装，配一副简单的目镜，讲话雅气，这是台独志士辜宽敏互人上深的印象。1926年出世伫中华鹿港的伊，本底只是一个伫日本读册、做生理的普通人。自从1964年彭明敏因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被抓去了后，迄当阵30多岁伊就决心要投入台湾独立的运动。伊陆续成立抢救台湾行动联盟、新台湾国策智库。台湾制宪基金会甲台湾新宪联合阵线，一切的付出拢是为着要建设台湾，成做一个伫国际上有地位的正式国家。面对民进党执政了后对制宪的处理态度，伊甚至主动提出要辞总统府的主政，来表达伊对台湾建国的决心。政府要修宪呢，我要制宪呢，所以意见无相，台湾的共识啊，是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嘛？你敢看无呢？你讲唔知影呢？辜宽敏捌讲过，老爸有交代，厝内有钱是台湾人暂时寄的，总有一天爱将钱还予台湾。所以台湾需要啥，做会到的我就来做，变作是伊一世人的信念。伊认为台湾人就是这个土地的主人，为着推广本土文化，伊特别举办小说创作比赛，招优质人士做伙写台湾。
我们台湾的那个历史小说的主人呐，不是什么伟大的人，每一个人身后在这个土地上，都是历史小说的主人啊。人生的舞台已经落幕，高宽敏认为上台落台拢是表演的一部分。表演结束了后，上重要的是提悬台湾的国家意识。我是希望咱的少年对家己的国家做一个国民的意识，唔通忘记，照恁的正义感做恁的行动，无必要去考虑什么嘢，对你的良心会当过的代志，你来做。记者麦上英林朴凯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的本土病例是7577例，对于去年4月26以来计301天了后，这是上介低的病例数。那甲顶礼拜一来比呢是降35.8%，另外又增加168个带病入境44个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受到228年假影响，就医通报拢会较慢。另外，轻症变隔离放零政策上紧也定效到3月初6，校园放零催安检验了后，才会再进行讨论。讲到最近这社区病院欠药的事件持续发生，卫福部今早记得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因应措施。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今年通报欠药的有88项，而且无要来甲因调整药价。食署也已经设立这药品供应资讯平台，随时要了解这欠药的状况。而且本地在4月初1要来施行的健保药价新制，会照时间来推动。欠药的问题为基层诊所、社区药房扩大到病院，毋但软便剂、抗生素等等接用的药啊叫无货，就连慢性药单的药啊，嘛有供应无够的情形。药没有了怎么办？都找不到，那就不要吃啊，怎么办？目前社区药局交不到一些慢性病的常用药，如软便剂的氧化镁，如抗生素的安灭菌，还有一些帮助循环的克酸等，都是常用的慢性病用药。卫福部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欠工等等因素的影响，全世界拢面临药品欠缺的问题。为了强化咱国药品稳定供应的机制，在期内会协调业者增加产能，亲像氧化醚软便剂，新增了后已经生产3000万粒，未来嘛建立防欠药中心。我们已经及时的核准，那另外的一家药厂来制造。那其实它健保的月用量大概是2000万锭，那我们大概在我们现在每月大概可以生产3000万锭，那春节之后已经大量生产。另外，健保药价新的制度会伫4月初1如期实施，按算会调降6000多项药品的计销，总金额是81.8亿。不过，卫福部强调讲，这届欠药通报的88项药品已经排除在外，未做调整。另外，嘛有新增加上加计销保障的机制，厂商若认为抬价了后无够成本，会当提交分析报告，健保署会重新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28年假的第3天，高速公路已经出现车流量了。这个公局预测讲，27个高速公路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下晡开始上北的车也开始变多，其中宜兰到头城的高速公路时速是无到20公里，而且雪山崩坑前也踏5公里，可能要踏到半暝啊才会较少头。警方伫花地崩坑口放3个路障，并且协助指挥疏解车流。因为下晡1点左右，松花公路161公里花地崩坑内发生5台汽机车烧融意外，一度造成上北车流。对于花地崩坑踏8公里到泰鲁阁大桥。这事故已经伫下晡2点40分排除，连假第3天好天气，国道有真侪出佚佗的车流。高公局有估，27国道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3倍。下晡开始，西部国道出现上北车流，其中国5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更加是时速无到20公里，雪隧崩坑也踏5公里。国6西向的国信至雾峰系统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1的台东系统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5号从北向的宜兰至坪林路段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国5北向的车潮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才会逐渐疏解。随着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慢慢来回升，好天气一直到拜3日时，拜3暗时了后，另外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北部地区气温又搁下降。
日夜温差在明天到后天，中南部会比较大一点。那甚至明天的话，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也比较大一些。周三晚上开始的话，会有波东北季风增强。周四这一天的话，在北部的高温会稍微下降一点，大概下降到18、19度左右。气象局表示，到拜五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了后，北部甲宜兰地区气温会小可回升1-2度。不过拜六第二波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各地天气早暗较凉。北部甲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地渐雨，天气变化大，民众要注意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真好天，真侪人拢出门去行打，亲像这南投溪池乡的游乐园，昨甲今仔日拢是客满，业者也呼吁游客莫阁来啊。另外，伫台中的武林农场也启动重量管制，高雄高山大圳也是排队排甲热长。那讲到台南苗栗宜兰咯，因为这游客伤过济，车拢开始乱停，警方要加强处理。大块的樱花正做粉红色磅空。连假拄到樱花季，南投溪池游乐园人是热腾腾。先日市提早2点钟开园，啊，毋过不到10点，停车场落满8成。游乐园方面，阁呼吁旅客该去其他旅游景点。昨天还早一点点，启动这样的一个疏散机制。台中的武林农场樱花满开的画面，也吸引真侪游客上山。园方表示，这4天连假园区大房率拢9成以上，每天入园人数差不多6000人。回归期间启动重量管制加园区的交通管制，确保旅游的品质。农场也有人员管制啦，所以人员不会很多。目前相关住宿率都是全满，而且在3月15号之前，住宿率也超过92%。年假加上疫情转好，各地景点旅游潮爆发，高雄高山渡轮站人也真多，排甲长路路，要坐到机顶至少要等半点钟以上，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感觉真辛苦。快1个小时，就是要有耐心，再多等一会，比平常多等一会。几摆沙坡车互警方查落，民众连假去宜兰南澳佚佗，沙坡车违规驶在车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被开出16张的罚单。了了第3线三环甲西南路段，若到假日动机就真济，噪音互附近居民实在挡袂牢。环保局除了伫第3线2个所在设固定式噪音处理，还佫加强机动处理。不过居民讲，噪音的问题依然无改善。它也是一样啊，装了还是一样哦，没有用，哪有什么用？你可以来试试看，坐在这里，我想那个它还是照标，尤其这样是来回骑，来回骑。另外，台南有骑机车人翕到，经过台南后家园区附近，违停真严重。伫个红线或者是慢车道，甚至还有计程车直接停伫个等外的所在，佮挡到过路人的回条线，就是为着要食牛肉汤。警方表示，因为这间店是24点钟营业，而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发，也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除了出去佚佗，也真侪人会去陪帮，所以发生真侪公务拢这个造成导火烧意外。干那屏东的公务上部有33件，消防局也要提醒民众，这陪帮就爱唔通烧草啊，才袂造成火灾。讲到这消防队屏东消防恒春分队细小的消防员昨出勤的时阵，说互拍火水箱车跌到不幸过亡。屏东警方伫7早起到恒春消防分队对案发的水箱车进行勘验修正。伫分队最安检员的4小的雷群消防员离岛职员公布火灾时不幸来死亡，检警要来调查原因。初步检查水箱车的机械并无正常的情形。水缸上面要载水，可能重量都会比较重一点嘛，有一点小斜坡，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也会造成车子的滑动。边边5栋的水箱车厝顶档4小的消防员，甲手动救好了后，落车坑咧那栋，无想到车向出来，甲伊跌到煞重伤不治死亡。维修厂业者讲，当车停伫车厝的所在，敢若靠手动恐惊是无够力。在重物的在斜坡的地方有可能还不够啊，所以他们大车应该还有一个叫做总刹车啊。
做来群这4小消防员，伊原爱出外群，想为少民众趁228连假提早来陪望。公务火灾加真多，风真头和火势一直炭烧。4小消防员随大队长出动来支援。屏东县长周春美探视家属了，强调会争取相关的护卫，也要甲烧杂草引火人依照放火罪嫌严办。相关的消防的设备设施，我们也要全面的检修，确保我们弟兄执勤的一个安全。基层一直烧起来，乡村这个公务已经陆续烧2天外，也炭烧到周围的田地，和消防员是真无用。屏东今日拜六就33层的公务火灾，各地公务火灾件数也拢增加，高雄20件，台中也27件。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莫伫农地烧杂草，以免造成火灾，也影响到其他的徛家也是农地。记者自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本所坑台场昨半暝就火烧，虽然消防人员有去拍火，不过到达也未完全拍花。这本所烧起的臭味，当地居民是无度接受。市政府也推测讲，可能要1礼拜时间，才有法度把这火全部拍花。怪手一直乌港分边的消防水线是一直冲，不过继续烧的火尾一万户过掩埋场拢是乌烟。在当本所掩埋场自6透早就火，经过规工的拍火，火势虽然控制掉了，不过27透早依然有火尾在烧。根本没睡，我们去睡饭店了还睡。大概有50户，大概有200多人。4.5公顷的掩埋场有7成面积着火，大量乌烟甲臭味，互民众头壳晕会吐这状况。官府紧急向婚林调向移动监测车监测控股。有比较偏高的是悬浮微粒，目前其他部分没有影响。监测结果，互居民无法度接受，加上掩埋场毋是第一摆着火，透早探馆长邀请年顶人到现场巡视来进前，希望赶紧拍火甲本所气化。我们24小时消防局同仁都在轮班，没有停过。70吨的那个垃圾进我们的掩埋焚化炉，让焚化炉一天可以燃烧大概有225吨的这个量。所以我们每天现在我们每天预计至少会有50吨的量从掩埋场进到焚化炉。官府承诺会协助安置身体无爽快居民，不过因为着火范围大，加上本所长期掩埋有垃圾区，消防局承认拍火有一定的难度，希望伫1礼拜内完全拍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分园关庄村的福德宫，为着要庆祝这土地公庙26周年的恭庆，有请68柄布袋戏来扣写新音、搭写新旗。这布袋戏的戏柄一个接一个有600公尺遐尼长，伫现场是闹热滚滚。布袋戏翁仔伫咧台顶人来人去。彰化分园乡一间土地公庙，为了庆祝起庙26年，筹办布袋戏公演写神，请来破纪录的68个戏棚，每一个戏班沿着马路排一排做伙大车饼，声光效果十足。非常的，就是气场很强，这样。怎么说？就是很壮观，然后就是很有气势，这样子。对，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无看过这么多那个布袋戏，60几个那个，看起来感觉啊，很壮观啊。因为戏棚绵延600公尺，民众拢讲从来唔捌看过这么大的场面，敢若全部行一遍就要开半点钟。庙方是表示，当年这个时间点拢是起庙周年，加上为土地公祝寿，去年就曾经予66个布袋戏棚同时公演写神，今年信众更加热情捐献护持，才有如此空前的状况。这届做68棚，比顶年佫加2棚，拢大家这个信徒佫这个信者，拢大家捐献共同的努力，才有今仔这个盛况。我相信八公嘛是看到烟火缭乱啦，咱人就烟火缭乱啦，八公嘛是一定讲到有煞煞。庙方强调，福德正神当年庇佑乡里，民众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除了布袋戏写神以外，也阁有平安餐晚宴，也正做地方的一大特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有一间卖场，内面有一个姓郑查某店员，和隔壁一个姓李的查甫人骂讲伊是卖女。这个小姐就去甲告，虽然一审依照公然侮辱罪，判姓李的查甫人就要赔人4000块。不过案件上诉了后，二审却改判无罪，是因为法官认定这水歹标准在人认定，只是个人的评论而已。用负面的话去批评人的外貌是不是有罪？台北道一个姓郑小姐指控姓李的查甫人，在大家面前讲伊是歹女，互伊去甲提告。
如果说你今天你被人家骂，你觉得那个嘛，你能接受说他被判无罪吗？当然被侮辱啦，而且还有被歧视的感觉，他是非常恶劣。代志发生在文山区，原来因两人拢是百货公司的店家，平常时都无好。在去年，冤家姓李查甫人涉嫌骂人，被以公然侮辱罪起诉，一审判赔4千。上诉2审了后，专案改判无罪，法庭小姐无法度接受。被告呢有先对他讲了随名，被告到底有没有直接指责这个告诉人说她就是丑女？这个应该是还有一点空间在。因为双方拢有话讲，姓李查甫人深受主管欢喜，合议庭是遵依态度，搁进一步指出，就算有辱骂、歹辱2个字压过，碎歹是个人的审美判断，绝对无标准。而且姓李查甫人也是美学权威，言论无公信力，只是个人的主观评论，未减损名声。不然网络本身很明显就是一个主观的评论，比如说骂别人穷，比如说用性方面的行为骂别人，那这样子我也可以说我不是美食专家，我不是性行为专家，所以我不用对我的言论负责，所以我不是那么认同这次法官判决所采的理由。我认为还是要去看他主观上面的犯意，他应该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来看这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言论自由上面一个彰显或一个保障。涉嫌口舌歹辱无罪，有律师认为恐惊互法律安定性先过低，因为骂人歹本身就有贬义，不应该因为身份差别有无共款的结果。姚律师讲到，连靠一句话就去认定有罪，法界看法无同，判决结果也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托尼基甲叙利亚的边界发生大地震，到达已经超过2礼拜了。就一个叙利亚的查甫囡仔，伫咧发生大地震的时阵，囡仔的老爸甲伊对楼顶拼落来，才会到达会当幸运活到达。不过厝内面的人已经往生啊，只剩阿嬷甲伊相依为命。这个叙利亚的查甫囡仔靠伫阿嬷的身躯边，因为这是唯一的亲人咯。查甫囡仔住伫叙利亚西北部城镇阿塔里布。找到透早迄场大地震，拍出伊幸福的家园。أبوي فيقني أنا كنت نايم أبوي زتني بالدرج أبوي فات لجوا طبع الباب لجوا أمي ما لقيت محل طبيتنا كله أبوي نزل لتحت طبع على الدرج 上活伫扣灯的一条命，啊，毋过伊爸母加三兄弟姊妹拢缀伫个土石堆内底过身，只剩伊暂时住伫个倒去厝边仔的布棚。甲伊带做回阿嬷讲，一世人无看过这么大的地震，迄时阵感觉就亲像是世界末日。أنا قلت للحظات قامت لأيامي وصدق قلت للحظات لولا الحج قامت لأيامي。这场强烈地震造成超过5万人罹难，伫经过半个月了后，应该被有生还者。政府开始拆除真侪半毁的鬼楼，啊，不过土耳其东南部上大的都市迪亚巴克尔这个社区，拜三所民众抗议要求暂停拆除，因表示还有10几只猫啊、狗啊、家鸟啊困伫内底，应该先将救出来。Peki sormak istiyorum, biz nasıl bir İslam ülkesiyiz yani? Nasıl yeri geldi mi biz Müslümanız diyoruz. Hani Müslümanlık ya? Nerede ya? Bunlar da canlı ya. Burada çıkarabilir. Beni bıraksın da ben giderim ya. 救援人员后来调直升机，总算救出其中2只猫仔，主人欢喜甲哭出来。这社区大楼有100多人不幸在强烈地震当中罹难，因救出任何生命，对在民来讲拢是真大安慰。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虽然春天要来啊，不过美国加州即摆抑阁受到这暴风雪影响，3几度大雪，温度真低，连那个海拔的所在拢伫咧落雪。当地大概有85000户失电。美国的气象单位也警告当地居民，着爱细致，伫咧3月初进前上好拢莫出门。错漏的河水一直冲地基，原本停在路边的露营车，就安尼倒头栽落入去河内底，边的路树也共款。东季暴风最近伫美国西海岸滚架，一路落南到加州，除了予当地罕见落大雪，甚至有暴雨、大水甲飓风。洛杉矶的河水暴涨情形，用要淹出河道，估算有600万人进入大水的境界。Back and forth to work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also I'm just kind of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evacuate if it gets any worse.
洛杉矶34年来第一摆发布暴风雪警报，连加海拔13区也出现落雪。目睭所看到拢正做银白世界，高层当地差不多有85000户停电，观光景点消失好定，居民常常看到的好天气，即马也全部拢是雪。This morning we had like a foot and a half of snow, and I couldn't go to work. We live on top of a hill, so all of our whole entire road was covered in snow.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concerns is we are looking at a lot of rainfall, snow. The snow will melt and the wind, and we worry about the mudslides and the flooding since we've had it twice already. 反正影现象，和全球气候无正常。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居民，唔通放冷，呼吁居民避免伫2月26到3月7日期间出门。因为有了风雪节伫2、5暂时断去，马上对各滚价。另外，旧金山日市也打破132年来低温纪录，降到只剩4度左右。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26指出，这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宣布去和乌克兰也定义是参与着这场战争。历史罗西亚这边也爱甲北约的核能力入去考量。另外，乌东地区战况是真激烈的布格列达尔，当地是无水无电。不过，这个军队犹原在咧坚持要对抗罗西亚军队。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无人机翕的画面显示，俄罗斯战车伫去乌东的布格列达尔途中，一台搁一台火地雷，或者是乌军炮火拍到，路边拢是炸出来坑洞，害起战车平伫路边。有的乌军是汽车逃走，有的直接越头驶走。战争已经1年，乌军伫乌东加大攻势，导致大量装备人力，进展所相当有限。顿涅茨克西南部的布格列达尔，甲150公里外的巴赫姆特甲马林卡这城镇，拢是新一波消耗战的一区，加做乌克兰抵抗运动的新象征。布格列达尔市区一片绿苍苍，无水无电。乌军伫巡逻，这太太甲查某囝冒险出门，用垃圾桶啊、接排水管内底垃圾水，将民众挖入去大地下室也乌麻麻。Так что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е чувствуешь и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шь. Никто бросили нас, ни воды, ничего нету. Вот набираю воду, видите? За наших дітей ми б'ємося, за наших українців всіх, за нашу націю, як би сказати. 俄罗斯总统普京伫2日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伊表示，俄方暂停参加新战略武器在检条约，不只是因为美国的核能力，也佫包含提供武器予乌克兰，将做间接参战的北约国家核能力。Ведущие страны НАТО объявили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аш народ страдал,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Ну как же мы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ож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их ядерные потенциалы?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они поставляют на Украину оружие стоимостью в десятки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И ведь это и есть участие в известном. 普京讲，西方国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瓦解前苏联甲主体俄罗斯联邦。只有迄个时阵，因才可能接受咱国别家是所谓的文明民族大家庭。俄方反对这种只符合美国单一国家利益的世界，呼吁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满1年啊！根据着联合国的统计，这届难民数量有超过800万人离开乌克兰。不过，有到8成的难民，伊是真希望会当对乌克兰。伫东南部的普热梅希尔，一天有570件的火车，会当看到讲有人是要离开，也是有人要回来。车站大厅内底不时有难民的行入来。这种每天来回普热梅希尔甲乌克兰境内城市的5班列车，依然维持运作，一车大约应载300-400人。估计一天有1600人到1800人入境。大约是去年同期难民上侪时阵，一天17000多人的1/10。После сильных обстрелов 29 декабря и 31 декабря ребенок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плохо спит, плохо кушает, поэтому мы решили все-таки выезж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уж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этого. 林内几年惊吓烦恼日子，阿刘娜一家3个人也是选择离开，要飞往加拿大，一切对零开始。尽管到即阵，乌克兰逐天也听到枪炮声音，也是空袭警报。以往有放袂落出来的人，甲故乡离选择转来的人，以普热梅希尔为例，一天差不多有1200人。
І нічого ми ніколи не боялися і боятися не будемо. На коліна не станемо. І ніколи нікому нічого ми не віддамо, ні кусочка своєї землі. Хай запам'ятають це на довгі роки. Україна понад усе. 南美人数虽然有渐渐较少，边境社市员继续扮演接济甲救急的角色。市府的服务甲职工便利减少，不过议员一礼拜有7天、规工来排班，提供餐饮甲咨询的服务。 Jesteśmy cały czas na tak zwanej półgwistkach, natomiast wciąż tam jesteśmy. Jeżeli pojawi się taka potrzeba, to będziemy na nią reagować. To nie jest od nas uzależnione. Tak długo jak będzie potrzeba niesienia tej pomocy, tak długo tą pomoc będziemy nieśli. 因为今年冬天相对较温暖，平均的温度伫零下5度到1度中间。占波兰的都气用量已经有8成以上，会使互暖气来使用。市府讲增加在烦恼的能源问题无爆发，也毋过根据车站职工的讲法，大量地理位罗姆人因为语言甲文化的差异，是真做一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伫去年底宣布要伫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投资美金400亿。不过，纽约时报访问11名员工也指出讲，伫台湾的工程师上班时间长，这对美国人来讲可能是不多接受的。台积电表示，因为全世界业务扩展，要设几多种沟通的管道，员工会当随时讲出任何的想法。 台积电扩大投资，去年底去美国亚利桑那州设新厂。不过，《纽约时报》顶一日访问11个台积电的员工指出，台美之间有文化冲突，讲美国员工可能无啥愿意拼性命做工课。消息一个出来，引起各界的关注。到了美国，我们会发现他们有比较高度自主的一个想法。你告诉他这个 SOP， 他会说一定要这样做吗？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吗？他们很在意就是自己的休闲生活、家庭生活。 所以其实时间到了，下班了他就下班了，他也不会管你工作任务有没有完成。产业分析师表示，台湾台积电员工伫人力资源是较主动，而且客户是为全球各地来的，所以有亚洋文化来支持欧美日社客户的需求。工程师伫任务的安排嘛有标准流程，而且多功能多任务。 台美工课场文化会当讲是真无共款。我伫先创者透露，对半导体产业真熟手的韩国籍 YouTuber 文瑞，伊发布影片讲，台湾韩国晶片产业发展了真好，原因是因为员工的配合度真悬，学识嘛好。而且讲南韩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因过去美国设厂嘛拄着文化冲突，尾手是选择放弃。 美国人不加班，那怎么办呢？我会觉得是他会是这样，他会把在这个工厂里面的台湾的员工，对吧，召集起来，对不对？他没办法也得来加班，你1次2次行啊，那你时间久了的话呢，能行吗？针对这点，台积电表示，亚利桑那州前院厂是提供台积电公司招募全球人才真好的机会。今麦全球业务扩展，公司积极强化内部培训，来促动全球人才共融，嘛设立多元沟通的管道。 对员工分享有关工作环境任何的想法甲记录，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证实，这美军 P8A 巡逻机27有通过台海。美军第7舰队强调，是为着要维护自由的印太地区。另外，最近中国小型无人机佫要继续扰乱咱的外岛防区，这强军也是常态性派中大型无人机扰乱台湾。咱的国防部为着要确保空防，会甲遥控无人机的防御系统，予各军种来使用。 那讲到中国的侦查收集，若有气球，加拿大军方也证实讲，这北极海峡捌有中国的浮动，背书是伫咧监测美国的藏水艦。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进前才伫南海加强军来对峙，国防部证实，一只 P8A 巡逻机27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美军第7舰队强调是典型维护自由印太承诺。 拄着强军27开始伫黄海实弹演习，美国甲中国比较意味真高。强军继续对台湾威胁，也定来出动中大型的无人机来侵扰。金门军营就不受到小型无人机的干扰。国防部强调，遥控无人机防卫系统今年交付各军种、甲各兵种来使用。 日本防卫省也证实，中国无人机因讲每天威胁东海海峡领空，而且毋若无人机，当因北发现中国落来空飘气球，进前北部空气阁出现不明的空飘气球。学者分析，等待未来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来交会，就使接手幻象战机，侦察来查高空气球的任务。
MQ-9B 海上卫士这一类的那个大型无人机，慢慢的到位，然后成军，然后形成战力之后，有一些任务可以用它来处理，它的经济效益会远比有人战机要高。美国也已经有测试完成，就是用它发射响尾蛇飞弹，就是击落空中目标的记录。中国想要来侦察全球，加拿大军方证实，北极海峡保有中国浮标出现，疑似监视美国舰舰，也佫有兵载洋气的情形。Yeah, Canada should restrict those systems from operating in Canada and prevent science from being executed in Canada because of the concern of the dual use of the systems. 学者分析，就算是中国民间的浮标，也可能加强军来分享资讯。对着天顶的气球、海上的浮标，要更加注意强军捕食地带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进前有预告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修正草案，引起众人议论。其中青年动员的部分，防执机讲，可能是伫烧战的时阵动员学生。那也立委认为，国防部应该把这个记录解说互清楚。就专家表示，这青年动员应该是运用伫在防部分，甲烧战无关。国防部日有告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草案第9条之下，增加真济项新动员对象，佮包含教育动员准备方案。修法意志基本上是爱国宣传等精神动员教育。不过草案第16条同时保留有对学校青年动员服勤、战时地受伤或者身心障碍相关安置条款，做积极运从战时动员未益学生参战措施。这个只有是不是有这个青年提早上战场甚至呢？军民不分到时候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那国防部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他并没有顾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应该要他进到外交国防委员会之后，应该要严格来加以检验。那也立委认为全动法草案的授权伤过大，另外民进党要求青年动员所爱军训教官退出校园，相定标准要记录。不过学者指出，青年动员甲参战无同，应该是负责在防甲民防工作。协助后方的民防，或者是协助后方政府一些安全，或者是消防，或者是维护治安的工作。他并不是说要把这些青年学生送到战场，也是应对敌人认知作战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必要的一个措施。部分媒体以如同戒严军管等等来形容，并不是事实。国防部也澄清，其中引起讨论的管制媒体办法，强调考虑战时或者是紧急状态之下，对正确资讯传播甲错误信息处理，要有效规范，这样维护军事安全甲战争顺利，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几个里长呢，组团去到中国访问，而且风声可能和中国国台办的主任见到面。带队的这个里长刘启峰是强调，这是民间社区的一个交流活动。不过，也有人质疑讲中国是一个统战。基进党的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就讲，这群里长互当作是统战的意思，大家拢知的，伊也批评政府拢无作为。高雄凤山、三民、左营、甲燕巢等等几个所在的里长，最近组团去北京参访。中国国台办下底媒体《中国台湾网》也佫特别报道，讲是疫情防控新的阶段了后，北京经接头一个台湾基层社团参访团，也佫传出国台办主任宋涛会亲身来接见。带队的省议里里长刘启峰讲，这是民间正常社区交流的活动。我们交流都是一般的生活上的一些面向就是环保议题长照2.0一般的里民社区发展协会的还有一些社团出境入境这个移民署那边都有记录其实2月初高雄省议里嘛有甲北京西城市信做伙庆祝元宵节。北京西城区100多个民众伫饭店透过镜头甲台湾民众做伙过节。中国媒体佫大幅度报道。加上疫情进前2016年，台北市有133个里长捌自费去上海，到位了后由上海代办来交台，还佫伫咧参会摕中国统一是责任的布条翕相，引起争议。有民代烦恼讲，中国持续透过民间活动的名义，暗中做统战的操作。中共利用所谓的基层里长的交流来进行渗透，这件事情其实行之有年。那你知我知，政府都皆知哦。那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动作，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警觉心，真的是大开我们国安的一个漏洞。刘柏勇呼吁政府修法，阻挡统战操作的空棒。根据法规，这届高雄里长参访团并不是2花条例规范去中国需要报备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228连假拄好是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补选选情的黄金周，民进党的蔡培辉阵营是由党主席、副总统赖清德连续3天助讲。那国民党的林明珍今仔是请立委王宏培甲家己市长黄敏惠做伙扫街拜票。真拜托哦！向选民握手拜托。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补选剩无几天，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20早起来到六股市街拜票，副总统赖清德是连续第3天到南投来助讲。两个人拢批评对手林明珍做8年的县长，南投本属问题一直无解决，也安排家己后生做县长的特首完全公私无分明。今天任何一个垃圾问题一定要经过一个环评的评估，但是林明珍前县长完全没有跟地方沟通，然后就要把这个废弃物整个南投县都放到竹山，这对竹山是非常不公平的。依照县政府安排家己后生来做县长的特别助理，我咧想讲，全南投县敢真正找无一个少年呢？林明珍，感谢有你真好。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珍受立委王宏培甲家己县长黄敏惠先后陪同来拜票，因批评民进党一拄到选举就一直来抹黑，尤其是南投的补选是赖清德做民进党党主席了的首战，全党敢若个围攻林明珍一个人，其实无看到县府执政团队过去的努力。选上立委，我会跟许说好好处理我们竹山的垃圾问题。现在啊，我们环保局也陆续的把我们囤积的垃圾往外送去燃烧哈，所以你不要再继续抹黑哈。再用泼脏水的方式，那么用铺天盖地，而且有很多都是血口喷人、不实的谣言呢，来做一个选举的抹黑。南投立委的补选第2选区俗称露水溪线，包含范围南投县、德山、集集、民间、六股、水里甲信义这7个乡镇市。县选委会公布，这摆有投票资格选举人数是198412人，要第3个测试投票。记者自综合报道。迄当市政府要争取代替加开这家人直接驶到南港的特教车，互代替拒绝。不过，昨公布上届新的民调，这支持开特教车的有77%。针对着这款的5万，交通部长王国材也答应，讲会研究调整。228连假，家人火车头未少观光客准备坐火车转去，不过那是平常时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因为家人通勤到台北上班读册民众未少，较会出现坐飞机情形。家人市府公布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市民支持加开直达车的比率高达7%，其他发车时间是7点30分上济。基隆蛮多人去台北上班的，然后常常就是车。就是不够，直达还不错啊，民众可以上班方便，当然是很 OK 这样子，比较便利一点。这很需要，不只是7%啊，9%啊，这100%200都需要。不过通勤站后早起7点到9点，家人有7班的区间车。代替表示，若是直达车，其他区间车爱让予直达车，会拖长运输时间，影响营运。市府提出早起7点34分，为家人到台北109处自强区家庭人感站，配合下半年上路800几套青字月票政策，各转载捷运，减轻通勤族的负担。假设这个车次能增加停南港转运站，差不多8点刚好到，就是因为它是自强号，它的优先顺序是较前面的，再去做一个转乘，就可以很迅速去疏解我们的一个上班的一个人潮。市长谢国良已经向交通部长王国材反映市民通勤需求，王国材承诺会进行紧急调整。最近发生的9控制流客运脱班争议，市府顶礼拜邀请经营路线复合客运甲国光客运业者参详改善方案，复合配合加开2班次，其他客运也支援车辆甲司机，慢慢改善通勤族无车通坐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228纪念日，宜兰头城妈祖庙庆元宫的庙埕是宜兰228事件史上上严重的所在。县政府有设一个纪念碑，不过却是踩伫咧大路边的挖角，不是发生事故的地点。家属认为讲这甲历史是无符合的，想要山登去庙埕头前。不过这妈祖庙却是无同意，家属也批评讲这转型正义搁差一步。
伫车驶来驶去路边有一座纪念碑，这座伫头城马祖庙矿场边的纪念碑是县府采纪念，因为228事件死伫咧这个矿场的7位受难者。因过采伫路边的挖角，一般人拢袂去注意。没注意，没有注意这样，平常不会注意到啦。对，平常不会注意到，平常会注意到。平常没注意到。根据官方的资料，宜兰县228受难者至少有33人以上，受难地点自北平的头城一直到南平的南澳。县政府伫2016年为各地受难者采纪念碑，其中头城伫马祖庙头前的矿场是宜兰228史上上惨重的所在，有7位，包括迄当阵宜兰县县长桂中元。他现在摆在路旁哦，真的很难看，而且也对那些受难者哈。也就是说表示也是种不尊敬。受难者家属认为，纪念碑采伫咧路边，甲历史无符合，也真歹看。几多年来拢争取要甲纪念碑选到矿场事发的地点，因过庙方反对，认为受难者无头城人，也甲叫到伫咧马祖正神头前纪念死人，所以拢无结果。那我们也在去年呢，邀集了协会公所以及庙方及相关单位呢，然后建立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意见呢能够充分的沟通与反映。县府虽然已经协助家属甲庙方建立沟通平台，并且讲会继续协助沟通，不过几多年来，这座纪念碑也是一直踩伫咧路边，转型正义这波当时才人下出去，考验公部门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大道前辈高宽敏因为气栓癌过身，目前气栓癌和医学界推测，可能是和空气污染还有油烟等环境因素是有关系。最近经由还是发现讲，有气癌家族史的这个民众有2%比例也去治疗气栓癌。建议长期食薰的民众，若准出现扫袂好，或者是有气癌家族病史的人，就要2年进行一届的气癌体检。先生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肺部低剂量检查。利用这台细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机器，就使甲病情看甲清清楚楚，及早来诊断是毋是得到肺癌。比传统胸坎照电光检查更加精准。医师讲，若出现扫拢袂好，胸坎听起来症状，要赶紧去就医检查。因为疫情的关系，被拖了快一年的病人，哇，有一些真的就是，哇，一发现都是晚期，甚至于还来不及诊断就走了。医师表示，有近70%肺癌是属有气栓癌，而且多数气栓癌患者本身无食薰的习惯，也无常常拜拜，也无逐工去煮食，加上症状甲感冒、扫真共款，所以讲常常被忽视。一旦被诊断出来，往往已经是末期啊。另外，有气栓癌家族史的民众，也有2%比例会得到气栓癌，开发作年龄大约是45岁了后。应该是跟空污啦，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以前都觉得说可能是家里有煮饭啊什么的，好像这几年也不见得。另外都要家族史的比例真的好像还蛮高的。医师提醒，近年来各建设推动肺癌的检查，150岁以上男性也是45岁以上女性，而且伊的父母也是兄弟姊妹，经过诊断是肺癌的民众，也阁有食薰食真侪人，拢会使接受每2年1摆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检查，早期肺癌的治疗5年存活率应达到7-8成。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这世界行动通信大会持续伫咧西班牙巴塞隆纳进行，预估有8万人参加这届盛会。这届焦点放伫咧元宇宙含5G、6G 技术应用，也有研发商就以人体乳宝替人去达成线顶小旅行。另外，所谓复制技术，也有人讲到这复制人的议题，希望未来会当投入客户的服务，抑个老人照护。用遥控器控制要行的方向，美术人现此时就徛伫日本的街仔路。日本公司研发的远端随选代理服务，透过影音串流，由工作人员实际去人客想要去的所在，就算消费者无法度去现场，嘛会当享受出国旅游的趣味。这个服务嘛，方比如做是人体 Uber， 会当替人达成几啊种所谓的任务，为无要展览会到小旅行，拢是因的业务范围。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ravel? Going somewhere when it's like a difficult time like COVID or when you don't have the budget. So Genchi make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travel there. 有日本人工智慧公司展示所谓复制技术，工程师利用声音、视觉甲对话数据，做出所谓的复制人，会当伫咧处理陪伴人类。就算有关生产复制人的规范目前还阁无明确，未来也是会当期待这种技术用来服务人客。If you're
mother is left alone at home, suffering from dementia, we can deliver a clone of herself so that this clone can look out for her. 另外，今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6G 甲元宇宙拢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华为甲小米，还佫有 Nokia 手机制造商 HMD 等等的大厂，拢按算伫今年的大会发布新产品。厂商嘛期待会当刺激投资，深化5G 稳定的发展。公司新闻杨间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3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这个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